新鲜过饱甜的蚵仔，互人看了嘴烂擦擦的。3月到6月是台南蚵仔盛产的季节，为了让民众吃到真正来自台南的鲜美滋味，今年南市区渔会推出有标奖甲属员认证的蚵仔品牌，并请来市长甲议长做伙徛台行销。建立产销履历是有必要的，因为你也无建立产销履历吼，你这个蚵仔。哦，你这产销履历，你 QR code 扫就这样子，多一个蚵仔，多一个农民市的安尼吼，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知道品质保证。台南不是蚵仔呢，咱是生蚝级的，所以咱是台南好棒嘿，咱是可以生食的那种媲美法国的。这届金跨界甲侪间在地餐厅合作，透过总铺师以当季食材搭配料理手法，推出期间限定菜色，展现台南蚵仔对产地到餐桌的鲜美味料。咱外海，咱阁有6000平还袂卖掉，所以咱阁要加倍的努力。台南海域清气，海上白翅蚵仔养殖面积超过1500公顷，年产达高达3亿。未来南市区渔会除了会持续推动南市蚵仔品牌行销甲通路拓展，提升市场竞争力，嘛邀请全国民众把着产季来台南食蚵仔，用实际行动支持在地渔业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